公分大公在其公三其公。请谢讲师识别前大公分大公。讲师好。好的。讲师晚安。咱来继续啊，因为讲到这来，玉祖明在书呢，已经将近要走了，所以因这个目的呢，嘛足关心、足烦恼玉祖大师呢，而且简单白白来讲这足实际的代志，所以咱这也剩差不多2回至3回时间，一本做大经结束。讲到尾这呢，实在讲到足重要的物件。不过呢，学校呢，对头咱一个看一个看，玉祖大师要甲恁讲的物件，上学堂大家都会转去，这毋是骗人的，圣人嘛无骗人，佛菩萨嘛无骗人。所以呢，你来看，这个做如来佛法如来藏，讲大家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性，皆无上一条，但不能见过。如来佛呢，伊嘛是安讲，咱拢有转去的条件，不过来遮目睭相路的，拢去互见袂去，去互不迁去，所以咱人不等。为了避免咱执着，空性人讲实生之因，比如中是报债，这嘛是事实的代志。明主甲咱讲真人可以为尧舜，伊毋是讲啥物了，讲真人可以为尧舜，这样是事实的代志。干主嘛甲咱讲，顺好人了，有好人了，以为这就是。足一佛菩萨、圣人、贤人，拢甲咱证明讲，咱有迄个条件转去，那么而且袂来相请，咱就法度转。所以学而且根据咱在座诸位前呢，转去有时间，伊大经一本猛甲看。后注解，明眼先生后注解。无本文咱甲看，因为慧能祖师所写这本，拢直接，毋是传印度咧讲遐，遐咱听较爱这种直接讲伊咱的心，所以讲伊咱的行动内面，所以咱来改变咱的行动，从不甲见甲报起去，莫妄想甲执着。那么咱就一旦鉴定，所以根据咱在座诸位前人，放下一切，认真再认真，谦虚再谦虚，就有咱的咱就按看落来。时种多种分说则义，破解逐理，并体事义。各业心，依法修行，敬不敢情，这个叫做情不是情。乃知大师不久自世，发来上师，再拜不还，可想
1月2号依法当府而行。陆祖元祖师、陆祖元大师，甲伊做记忆了后，互阮这众徒弟听。这中地呢，听到伊讲这记忆了后，大家而且拢开悟，拢足甘心的，拢足甘心。因为伊甲讲足浅，咱听足有，所以大家呢足了解，所以普界足礼，大家普遍拢足诚心，拢足诚心来尊敬林老师，并体授意，并且呢去体会了玉祖大师所讲的这个重要意义，这个代志啊。所以各国热心来讲，自心修到倒来，自心修到倒来，中庸甲咱讲，众善于万事，或修学为理，心善出嚟，善缘上缘，心就是走到相离甲，心就走念离开；相离因，心就走念因；相离远离，心就念离远离。咱大家在参考，你若甲相离出嚟，心就是走嚟出嚟。那么这个经验，在苏拉底呢，心拢入不得来，入就修到得来对啦。依法修炼，依了解着著名大师所说的这法来这个修炼，来这个修炼。敬不敢情，大家拢唔敢讲话。玉祖大师讲了后，大家拢唔敢讲到得来，讲到唔敢修这一点。都唔好讲，玉祖大师讲了后啥都唔敢讲，大家拢讲这个是怎样的？无修袂使对。大家讲是讲无修绝对袂使，所以都唔敢修这。乃至大师不久自世，听玉祖大师讲了转来，讲从尾啊所有的功夫拢拼出来就对啦，所有不倒来的物件、恶的物件，拢做一倒出来就对。所以呢，大家知影大师的心意，已经入要离咱啦，已经入要离咱。从迄恶底的物件、不倒来所有恶底的物件，拢尽量讲出来。法海上座呢，这个法海上师呢，原来是玉祖大师的一个徒弟，所以伊遮呢听到了后，伊就赶紧回来拜，因为惊师父交代无对，师父讲无对，伊就赶紧回来拜。再拜就是讲搁再拜就对。好像1月之后，老师师尊你1月了后，你1月了后，伊甲法要同步回应。因为假设甲这个生活要交代什么人？要倒来讲这个道嘛要照什么人所以呢，这玉祖大师咱伫遮来讲这个真正这个，那个必须来讲，这个浅色，咱看这个浅色当时众多众听完了这首结句之后，都向玉祖大师虔诚顶礼拜谢，伫遮拢10万分的诚心来顶礼来拜谢，并且都能体会出大师的心意。因为师咧讲，爱要到遮，大家听拢知影。因为这修炼学道经玉祖大师，毋是2日的时间，毋是2日的时间。所以呢，伊听玉祖大师咧讲的心，甲伊真正的意义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人拢修了善良的心，将这个善良的心修得来，业心为出，亲像讲要清楚啦，得清楚啦。这个书一定来讲，你去头要清楚，气一定爱凝结在丹田，气爱凝结在丹田凝结了后，你的气要烧，已经有这个烧，这个丹田气的烧，你当会转，当一关带一条。关桥大来行，一条一条，一关这样行。小时天咱转来行，因为你若无气，气若无旺，
你总袂记，你总袂记，这一点都一样。所以因而且呢，体会出大师的心意，大家呢，当上这心是了不得。哦，你心若拢无入了不得来，散对伫外口去，老师要讲你听。哦，常常安尼讲，心不在焉，思亦不见，听亦不闻，视而不知其意。心若无伫啊，讲看嘛看无，听嘛听无，毋知听哪位，食嘛毋知来食。你到嘴里补咧吞补了食吞了食吞，你心都无伫啊，毋知。哦，这中国来讲，所以呢，依法认真实验，心无散乱去了，一倒转来，到位得了，大家体会心理，才踏出来去实验。哦，这一定要厉害。敬不敢情变，所以因遐是哪里？本来嘛可能老师讲哪为了讲了后，说到嘴了，大家伫遐坐来讨论。老师讲这句是安怎都安怎呢？即摆呢，听到老师在讲这代志，拢毋敢情变啊，到这毋敢情变。大家知道着做大事在世，时间不久啊，大家嘛拢了解着做大事呢，在讲这话。要过去咧讲的话，拢无相像，一定要走，我一定要走。所以大地主后来成书呢，见再多拜请问世，所以这个大地主呢，这个后来成书呢，伊伫遮搁再多来拜老师，搁再问这个代志啊。上天灭道之后，老师做师尊啊，你那灭道之后。但不得依法交付给什么人呢？唔知你依法要交付什么人？这个法律上说，请教你做大师，所以做大师才会答书法。我有台湾诗说法，以字经，抄录流言，木法发布大经，念定修好，提倡。传授对了，提倡传授，道诸本心，但依处说，是名正法。今为念定说法，不符其意。玉祖大师来讲啊，我前伫台湾市呢，伫遐东山开东山馆嘛，伫遐开始说法了后，甲今仔日。以至附近是讲，到今仔日，所讲的，所抄录的这物件，拢已经一人传出啦。连这书呢，伫大城来拜的人，大城了解啦，已经就是散播啊。所以呢，抄录流言啊，木法，一本所抄的物件，发布大经，叫做发布大经。这过去咧做经。拢全毋是咧做经的，经无几本经来真正，经无几本经的，经讲经是款的经，若毋是真正世尊本身说的人，愈啊无啥讲经，但世尊亲身说法，才讲经，所以呢，伊伫遮甲讲看经，这是伊继承天命，真正真正咧做。真正有做出，那一本人叫做大经。所以大经就是深入伫山内，伫山内本来伫山内咧讲经的经，变化到人间，变化到咱这书面，伫遮经过变化到书面，直接讲互咱听，直接讲互咱听。所以来开宗明义来讲啊，我咱的祖先本来就是清净，但伊出生得了成分，自身本来就是清净的，咱照这个清净心来修，大家成佛啦。所以呢，念定修好，恁大家爱认真修，保守搁认真看吼。这大经所抄到所写物件，拢是实实在在代志啊，无影的代志伊无讲啊，提倡传授，提就是讲。咱就像送水啊，一下送水，一下送水，一下送水。
互相互相来接受，互相来讨论，互相来教会度诸众生，用这个六祖大经，用这个法宝大经来度诸众生，照这个真理来度诸众生。但以此说，恁照我咧讲安来做就啦，恁照我咧讲安来做，但以此说，是名正法，这就是正法，这就是正法，因为。